做世个人靠天食饭，真侪问题拢爱靠农民的经验来化解，无册通好查。即阵嘉义县政府成立智慧农业整合平台，甲一农民的经验转做科技的资料，希望会提供予少年农民参考。电脑控制自动喷雾车协助农民省力的装备，还有随时监测天气的小型气象站。嘉义县成立智慧农业整合平台，包括科技设备的小解。建筑知识甲经验，拢会当互农民来参考甲分享。这个平台，我觉得它是把现在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放上去，然后去做一个分析跟分享。那这时候我可以提醒新手，还有前辈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了，你要不要做？透过这些数据，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警示的一些作用跟辅导的作用。那让火兰里的转业或者是转种植这一方面，其实都有更大的注意。气候环境的问题、人工的欠缺，拢是目前嘉义县农业发展拄到的问题。为了协助农民解决这个问题，嘉义县政府邀请3县合计74位专家学者，做伙成立智慧农业整合平台。包括缺工啦、缺水，还有大气环境的影响。那这样子的现象，都影响到我们农民在整个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意愿。那所以这些很多所谓的农民这些青农进来以后，我们要提供一个更舒适、更方便作业的一个环境给他们。这个平台唔但提供农民分享经验，嘛会当互研究单位来记录甲分析。县政府表示，已经有编1800万的预算，明年要来补助科技农业的设备，希望用科学科技的方式提升嘉义县的农业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